以色列百姓。倘若三家这个手中的这根棍子不给上帝来使用它，以色列百姓能够来得胜非利士人这样凯旋归胜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就无法归在三家的身上。倘若三家认为手中的这个棍子不配而拒绝使用它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我想这样的得胜的一个名声就不是属于三家了。今天不知有多少人，我们失去了更大一个得胜的荣耀，乃因为没有为着神尽力来使用他手里所有的一切。在过去200年的当中，上帝差遣了2万多名的宣教士，将福音传到中国远东地区的地方，扎根成长结果在中国的地方。头一位进入远东地区的宣教士马尔里森宣教士 Robert Morrison 这位宣教士当然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志献身进入中国，给上帝来使用。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中国来宣教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为着要成为宣教士，他用非常刻苦的方式来训练自己，在生活上睡了冰冷这样的一个地板，而且吃很朴素简朴，甚至要求自己过很克己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训练自己，为着预备将来来侍奉主。刚进到中国来服侍，对马尔里森牧师来说是非常的艰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马尔森进入到中国的当中，不仅要学习中文，而且要传福音、开拓教会、翻译圣经，融入在当地的当中，每一样的工作都非常的不容易，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生活起居等等，都非常的不容易。后来马尔森牧师觉得，如果身边有一位助手来帮忙他，能够在生活起居照料能够有一位助手来帮忙他，那不该有多好。他就写信回到他的总会差会，盼望如果有一位助手能够来协助他帮助他，那不该多好。所以当差会接到这样的一个信函，也认为马尔森的要求是很好的，如果能够差派一位助手前往到中国来帮助马尔森牧师，那是很好的。所以就将这样的一个征聘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征聘的一个消息就刊在教会公报的当中，让地方的教会能够有所回应能够看有新的人有使命的人能够前往来帮助马尔森牧师。一段长久的时间并没有所回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人就是差派委员会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函应征信，来表明自己。从书面的资料来看，并没有什么很起眼的教会的装备的一个背景，而且他的学历也不高。差派委员会觉得他也怀疑这样的人是不是能够担任这样的差事，大概没办法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说，我们还是找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米连 William Millian 这样的一个人来到那个当中，借着差派委员会就跟米连一起来谈的时候，发现米连他其貌不扬，而且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差派委员会他们还是说，要不然我们用比较委婉的口气来辞退米连好了。所以差派委员就用这样的话语来说马尔森牧师在中国宣教是一个苦差事，
生活非常的不容易，要帮助这样的一个事工来完成，不是任何人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中国宣教非常的不容易，如果要前往来帮助他，这是非常艰辛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并不是任何人能够担待得起。当米连听见这样的话语之后，他反而用很坚定的口气来告诉差派委员会。差派委员这样说，他说：“我知道马尔森牧师他前往中国去宣教是非常的艰辛，这样的工作也非常不容易，这个我都知道。但无论如何，我都愿意收差派前往中国，来帮助马尔森牧师，来帮助他生活的需要。因为马尔森牧师他是上帝的仆人，我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的仆人，这是我多么大的荣幸。”当差派委员听见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深受感动，不再拒绝米连，便差派他前往远东地区，进入到中国，来帮助马尔森牧师，来成为他的助手。果然，米连他在马尔森的身边，来完成非常美好的一个工作。无论是中国宣教，在中国的第一份的神学基督教的一个杂志也是借着米连的手来编辑而成基督教的一个期刊。另外，马尔森中文的圣经的译本，也是透过米连的手，大部分也借着他在马六甲海湾的地方来翻译而成的。各位，米连一开始如果认为自己不配而保留自己的话，那样马尔森牧师在中国传福音宣教，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米连就没办法来完成，来协助马尔森来完成。而且这很重要的事工，对马尔森自己来说也很难来完成。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的，我相信你是配得的。我们就像米连一样，只要我们愿意，你是配得，而且你必定得着上帝要透过你来完成上帝所要完成伟大的工程。阿们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决志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配得的。上帝也来到这位年轻人大卫的面前，来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具甩石的机弦，就是磬酒啊，大义讲磬酒啊，是大卫用来玩乐保护羊群免受这个恶兽来吞噬的这样的一个器具。大卫靠着这具机弦，就击倒了全以色列军队，害怕去面对这位巨人歌利亚。各位，你若肯奉靠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名，你就透过你手中的一切，就像大卫一样，能够来完成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工作。许多人有不同的才艺，就像我们刚才的四重唱一样，美好的歌声。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能够弹奏，甚至画图，有许多不同这样的娱乐自己，或是音乐才华等等这些的恩赐，或是讲故事等等，这一切，只要这些在你手中的技巧，你可以分别为主使用。其实每一个人在你自己个人的工作岗位上，你都有个人的专业的领域，或是说那个才能，你都可以分别给上帝来使用，自然你就可以
发挥这一切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恳求上帝来保守我们。我记得我还在丰原在牧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丰原区会有邀请一位很出名的这个摄影的专家，他有作品在圣经公会也有借着阅历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来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每一个月份的这样一个图面。这是一位从高雄上来到丰原的地区的在大社教会那个地方来举行这样的一个摄影的一个研讨会，借着文字来做事工，叫杨宪一老师。这位老师就在那个大社地区当中来教我们怎么样来摄影。当时是用这个单眼相机，不像今天大概都全自动化了，我们手机都可以拍摄，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杨老师带我们就在社区的当中来拍摄，甚至到傍晚的时候，在整个过程的当中，杨老师讲了一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他说，如果丰原地区众弟兄姐妹需要透过摄影来做这样的一个文字事工，我愿意不收车马费来到我们当中来指导你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愿意借着他的手里所有上帝所赏赐他的恩赐来摆上，让上帝来使用他自己的时间、他的恩赐跟他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使用你身上、你生命当中，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为主来使用，那是令人感动的。耶稣来到这位小男孩的面前，来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是5饼2鱼，5块饼干，2只小鱼。耶稣告诉他说：“拿到我这里来，奉献给上帝。”结果就在耶稣的手里，5饼2鱼因着耶稣的手能够得以圣化，使5000名的群众得以喂饱，而且又有剩下。各位年轻人，各位在座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许你还觉得自己年轻，那就使用你年轻的时候上帝给你所有的来使用在上帝的身上。年轻就是年轻人的本钱，年轻人可以借着年轻人来带领年轻人，这是最棒的宣教的方法。趁着还年轻的时候，能够将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为主使用，以免年老的时候涂炭年老。因为到年老的时候，还有上帝在我们年老年长的时候的一个目的。毕竟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无法弥补我们在年轻所保留的一切。我还记得90年那一年的当中，我有机会跟200位的台湾的教牧同工一起到韩国，我们去参观教会。当时我们到耶稣教长老教会去观摩，在观摩的过程当中，也有安排一个专题的演讲，就是邀请了总神大学的神学院的一位教会增长的教授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教会增长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韩国教会的当中，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例子，就是当地的教会的年轻人，他们不断的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献身，前仆后继的就来到神学院。可以说神学院有许多的年轻人都愿意来献身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给上帝来使用，以至于神学院人满为患，超过了招收的一个负荷。
校方为了要限制新生，也就来设定了这个入学的名额的一个门槛。当时来报考的这样人数非常的多人，这也是韩国教会非常受上帝祝福的一个原因。这是这位教授来跟我们分享韩国教会的增长，乃是因着年轻人愿意为主使用，分别自己在上帝的面前。韩国教会的增长在全世界的当中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教会。也许在最近美国跟韩国教会在教士上都有一些的视为或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受到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在韩国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是非常的热心，年轻人也非常的火热，他们愿意到祷告山或者韩国的复兴，或者全世界5大洲6大洋来祷告，再祷告，再祷告。我曾为了建堂的事工到一间教会去募款。当我到这间教会去募款的时候，站在第一线来招待的人员竟然是一位国中生。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国中生在当招待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但是在以前，我想一位国中生他就站在这个教会的第一线来成为教会的门面，来代表教会来招待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招待的工作，招待的工作是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甚至比其他的事工还要紧。人们常常因着招待的事工而被吸引来到教会，来进入到礼拜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到这间教会的时候，这位国中生从头到尾，虽然我比较早去，但是他就站在那个骑楼下的招待桌那个地方，就在招待分发周报，一直到整个礼拜的结束。我看这位年轻人国中生还站在那地方来服侍。我就问这位招待的问这位在当天司礼的长老说：站在外面的那一位年轻人是谁？他说是我的儿子。我说哇，非常不容易，长老的儿子。这样，我想这位长老一定以身作则，在上帝的面前，他的儿子能够在众人面前当招待来服侍主的家的工作。我们当中是否有国中生的？好的，因为大概是在礼拜六礼拜六我们有那个清宣或是我们有青虫这样的一个礼拜我们教会是第一堂礼拜，也是华语的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我们只有教会2堂的礼拜，所以大概有一些国中生所以我们趁着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为主使用。其实5饼2鱼也代表我们这一个人的全人的一个摆上。5来代表我们的五脏6腑，我们的五官我想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借着我们包括2这个数字，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双脚，我们的双耳，我们的双眼。5饼2鱼也代表我们全人在上帝的面前的摆上，成为活祭，让上帝来使用。耶稣来到这位穷寡妇的面前，来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那只不过是2个小钱下面那一张 PPT 那只不过是2个小钱，已经摆上为主来使用，来扩大上帝的事工在上帝的府库财库的当中。2个小钱是这位穷寡妇她的所有，因着她甘心乐意的摆上，2个小钱被世人来称赞了。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是2个小钱，
但是那等于是他的3餐。如果这2个小钱献上给上帝，那中道等都没去啊，中餐就没有着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穷寡妇，她献上她的所有在上帝的面前。千万不要等到我有钱的时候，我成为有钱的人、富有的时候，我才献上给上帝来使用。趁着现在我们在身上也许是微薄，但是在上帝来看，都能够透过这2个小钱，虽然是微薄的金钱，能够转化成为对世人、对你都有大大益处跟价值。在奉献的这件事情，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观点、一个看法，就是上帝他不只是看重你手上所奉献的，上帝也来看你在你口袋里面是怎么样来奉献。上帝不只看重你奉献的1/10，他更看重你所有你的其他的9/10，因为无论是9/10或是1/10，全都属于上帝，全都是上帝的。我们往往在奉献的时候，拿到周报都先看我们自己奉献多少，这只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有时候我们奉献了给上帝了，就是已经奉献出去了，已经是上帝的了。我们只要摆上，就是为上帝所有。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在上帝所赏赐给你的9/10的上面成为忠心的管家，必定能够在1/10的奉献的上面成为上帝所信任的忠心的管家。恳求上帝来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尽本分1/10在上帝的面前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在9/10，甚至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所有上面来成为一个尽忠的管家。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万有，是富有的上帝。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是富有的上帝。我们有一位天父是富爸爸，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上帝不缺乏你对他的奉献，因为上帝他是富有，他是全有，他是万有的上帝。但是他能够透过你微薄的奉献来查验你奉献的心志，这就是奉献的意义。穷寡妇手中2个小钱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微薄，但是已经献上，摆上在上帝的府库的当中，成为众人在奉献的当中效法的模样。耶稣来到这位哭泣的妇人的面前，来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是一瓶真拿达香膏，那是一瓶真拿达香膏。就在主耶稣他为我们世人来钉十字架之前那一个礼拜的当中，主耶稣因着为我们诞生，我们刚过圣诞节，主耶稣的降生乃是为着他为我们来死，为我们救赎我们世人的罪而受死。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哭泣的妇人为着上帝拯救的使命，打破了香膏，以至于倒在耶稣的头上，淋在耶稣的身上。借着这妇女哭泣的妇女，借着她的头发，就擦拭在耶稣的脚上。
当时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版本来记载这样的一个行动举动，都是不为人接受的。所以在当下的当中，有许多人有这种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位妇人不在于其他人的眼光，就坐在耶稣的身上，倒在耶稣的头上，淋在耶稣的身上以及脚上，以至于整个房子屋子都弥漫着香气。各位弟兄姐妹，我请你闭上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想象，用你的嗅觉去体会那个香气。那个香气还弥漫在耶稣为我们世人钉十字架的那最后一个礼拜的当中，无论耶稣走到哪里，那个香气就弥漫在那里。非常非常的香，好香哦！张开我们的眼睛圣经也给我们很多的想象。我想耶稣在那个礼拜的当中，直到他钉在十字架的当中，耶稣的身体虽然为我们流泪流汗，但是耶稣的身体已经散发出那种香气出来。因着这位妇人愿意打破这个真哪吒香膏的香油，擦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手中是否有珍藏很久这样的一个宝贝？请你献出来，献出在摆在耶稣的面前，献给耶稣，献给上帝来使用，好吗？我想保有你的宝贵这个宝贝，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献给上帝，献给主来使用，让真哪吒香膏散发出这个香气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打破它。我们来想，上帝难道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完成他自己伟大的事工吗？耶稣不惜他自己的宝贵的儿子，他最喜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世人舍生，破碎了他的身体，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你我。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使世人，使你我得着永生的福气。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一个方式，我们也能够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上帝他拯救的工程。当一个人真正将他最贵重的礼物用很谦卑的方式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不光我们的主，而且连整个环境，包括这位妇女她的头发，她的整个人也是一样，也散发出流露出那个芳香，那个芬芳的气味出来，是那个香气弥漫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为止。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你是否隐藏你自己的恩赐，不拿出来给上帝使用呢？服侍上帝是一项特权，服侍最要紧的就是满有喜乐，非常满足。侍奉上帝是很喜乐的，是很满足的。所以当为着基督的缘故，毫不保留的给上帝来使用，我们要记得保有它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来使用我们手里的一切，跟人来分享，这样来完成上帝的事工。在上帝的国度里，他愿意来使用你手里一切，去完成主的使命，主的大使命。
如此贵重的真拿达香膏的油瓶，唯有打破它，唯有破碎它，才能够使用它的芬芳，使用它的香气，在主耶稣的身上，让这样的一个香气能够散发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要使用你手上所有的一切去服侍他的国度，而且继续不断的这样下去，去完成上帝国的事工。各位，你的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交给主，让主来使用，在主的手里圣化在他自己的国度里，使许多的人能够得以蒙福。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何等爱世人，因着耶稣基督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为着我们何等大的罪，受钉在十字架上。主，你来为我们降生，受死，